各位朋友，大家好，我係趙佐榮。我今日呢個視頻想講一下中國93閱兵前嘅1個月左右，一個年僅32歲嘅美籍華人，佢名叫 Dan Wang， 譯音係黃誕，元旦嗰個誕。佢撰寫咗一本書，書嘅英文原名係 Big Neck: China's Quest to Engineer the Future， 中文翻譯係極速前進，中國塑造未來嘅探索。呢一本書跳出咗上世紀社會主義、新自由主義等等傳統嘅標籤化，作為一個概念嚟解讀中國。呢個作者放棄呢個方式，佢力求釐清當下中國正在發生嘅真實變化。根據中國出版嘅觀察者網嘅報導，嗰一本書已經喺今年嘅8月下旬正式發售，而且已經進入咗英國金融時報年度商業圖書嘅長名單入邊。言歸正傳，我點解咁積極去介紹呢個美籍華人呢？要宣傳佢嗰本書呢，原因好簡單嘅，我係想同大家分享一下我點樣學習西方宣傳嘅套路嘅結果。今日呢個話題呢，想同大家講一下我嘅領受。以黃先生呢一本書為例，從宣傳嘅策略，我哋睇到美西方宣傳攻勢真係有佢一套嘅。大家從呢個視頻你睇到一個又一個嘅截圖，作者黃先生從7歲開始就響西方長大。佢拿捏西方媒體嘅宣傳套路相當到家。佢從今年嘅8月，佢嘅書出版之後，佢趁住中國93閱兵前後引起嘅國際關注同埋轟動，讓佢可以藉此咧將佢自己本書嘅信息帶出嚟。之後佢真係成功咗，大家睇到係此起彼落相關嘅報導，個別嘅報導咧更加超過100萬以上嘅點擊。具體嚟講，呢本書已經由美國本土嘅宣傳去到加拿大，再去到印度，而家又伴隨住上海觀察者網嘅中文報導，響國內外嘅同胞圈入邊，以至到海外華人入邊咧，都一直咁樣流傳。加上觀察者網嘅知名度，除咗即刻引起內地網民關注之外，香港特別行政區嘅知名傳媒人盧永雄先生，佢係香港巴士的報嘅社長，佢就用一個特別嘅方式話俾大家聽，中國係花咗3年半嘅時間完成咗全球第一條橫向同埋高度都係世界第一嘅貴州花崗峽谷大橋。用呢個方式作為一個開場白，就帶出呢一本書嘅作者黃誕認為，中美嘅差異在於中國係用工程師嚟治國，而美國咧就靠晒班律師嚟治理個國家。如果美國唔改嘅說話咧，將來連公廁都起唔到啊！呢個會唔會誇張啲呢？呢個係黃先生呢個作者佢嘅比喻，我哋相信冇比較就冇傷害。從呢一個貴州花崗峽谷大橋3年半起好，到美國當前嘅基建一事無成等等呢，真係冇比較就冇傷害，相關嘅傷害真係好傷嘅。巴士的報盧社長嘅粉絲已經超過50萬㗎喇，佢哋都係有質素、關心世界大事嘅知識分子，因此我有理由相信盧社長嘅粉絲們對社長畫龍點睛式嚟宣傳黃誕呢本書，好快就從香港出口輾轉相傳到世界各地華人社區，甚至一啲海外嘅中文資深嘅老外漢學家手中。相信呢啲漢學家亦都會用佢哋嘅方式演繹成為另一種出口轉內銷，翻去美國，而進一步推高黃誕先生嘅著作。而佢受歡迎嘅程度咧，相信係暫時嚟講一時無兩嘅。畢竟我哋都記得20多年以嚟一個繼續吹噓話中國崩潰嘅嗰個人啊，目前咧佢仍然係每日都喺度吹話中國嘅經濟崩潰係迫在眉睫嘅，隨時冧嘅。而盲目相信佢嘅說話，認為中國經濟將會崩潰嘅嗰啲人，佢哋會唔會亦都因為係咁睇下黃誕呢一本書究竟係咪亂噏呢？我嘅答案係呢種咁樣嘅比較方式啊、睇嘢方式等等咧，都係拜西方100年以嚟鼓吹嗰一套人人都有言論嘅自由㗎，無拘無束㗎，可以無限制咁樣，你講你嘅，我講我嘅，你有你嘅自由，我有我嘅自由，呢啲都係西方自由民主嘅特色嚟㗎噃。咁呢一種所謂特色，老實講係極端嘅個人自由。有意無意之間，其實就混淆咗是非黑白、顛倒對錯。西方媒體嘅厲害之處咧，正係呢一個方面，佢可以誇大一啲東西，令到大家以為咧正確嘅東西係正確嘅。特別係第2次世界大戰結束之後，過去嘅80年，有一個曾經嘅超級大國脅迫小兄弟們，必須強調政治正確，作為佢哋團結就是力量嘅基石。如果唔聽話，
就擁冧嗰個政權。嗱，呢一啲元素我哋係要好好地學習點樣借力打力，令到佢自作自受嘅。而令我驚喜嘅係，我製作呢個視頻嘅時候，我睇到中國國際新聞頻道英文縮寫係 CGTN， 同另一個頻道英文縮寫係 CMG， 中文嘅翻譯係中國傳媒集團，而家正係推動一套咧用普通話介紹佢呢個網站嘅宣傳片。宣傳片嘅內容咧都係用一啲漂亮嘅青年男女，佢哋都係清一色嘅外國人，佢哋用流利嘅普通話介紹下一站就係中國啦，話就話下一站係中國啦，用普通話講。但係咧嗰個視頻嘅英文就點樣寫咧 ？Next destination is China， 下一個目標就係中國啦。我個人驚喜係源於乜嘢咧？就係中國媒體集團嘅英語頻道呢一次真係捉到鹿會脫角，就係講佢利用黃誕嗰本書響環球迂迴宣傳成功嘅風頭，搭上咗順風車，讓世界各國好奇嘅年輕人們睇睇中國究竟呢個姓黃嘅有冇亂噏，佢哋會嚟中國睇一下。而中國嘅成功同美國嘅失敗究竟係乜嘢一回事，亦都係佢哋希望可以藉住呢種好奇心揾到嘅。我結論係中國傳媒集團嘅英語頻道 CMG 已經學得非常之快，青出於藍添，就係利用好奇新鮮推動新一輪嘅免簽中國旅遊，同埋進一步彰顯中國嘅軟實力。關心我呢個視頻發展嘅朋友們就可能會問啦，阿趙，你上述嘅學習同你自己嗰個香港識頻道有乜嘢關係啊？嗱，以下係我嘅答案。我呢個香港識頻道嘅重點係要響油管 YouTube 站穩腳步，主要係推動去年12月12日我響香港正式成立依靠互聯網嘅一個平台，叫做家國明星多媒體平台。明係不平則鳴嘅鳴，聲音嘅聲。有咗呢一個相對地自主嘅平台，我哋就可以用澳洲分台推動一啲正面介紹香港呢個曾經因為2019年黑暴事件被打亂咗陣腳嘅東方之珠，發揮互聯網相對地不受外力干預嘅功能。當然呢個功能又離唔開當前中美響2025年博弈期間，中國幾乎響每一日展示俾世界另一套比西方更務實嘅策略。呢個中國務實嘅策略係立足於尊重世界各國自己嘅政治制度，以及關顧全球各國各民各族生生不息嘅生存權同埋話語權。今日就講到呢個為止啦，因為呢個話題可以越講越多嘅。至於本視頻嘅文字版嘅鏈接，我已經附響說明欄入邊，大家可以用嗰個鏈接登上百度或者谷歌，就會揾到家國明星多媒體平台。響入邊咧，大家除咗睇到今日呢個視頻嘅文字版之外，仲有其他大家可能感到興趣嘅信息。多謝大家，請大家繼續廣傳我呢個視頻。拜拜。